肠的口味百款，不过最近台中市的大安区农会特别和台北市的南港区农会合作，推出头一种的桂花烟肠。出的桂花香肠是我们做了那么多口味，第一支我们是用猪肉跟花来做结合的产品。那这个产品它吃起来相当的清新。 这种桂花烟肠是特别经来自台北南港区伫8月生产的桂花所磨出来粉，佮结合大安区农会产销履历猪肉做花生出来的。加入这个桂花的这个相关的干燥的粉末，还有桂花的一些蜂蜜等等等。那这样桂花的东西呢，跟我们整个猪肉的结合，变成一个相当清新的口味。那么可以去油解腻。都订购了差不多900多包，所以说已经造成我们现在我们北部。 我们南港跟北投那边已经很轰动。目前桂花烟肠的销量嘛真好，未来这种桂花烟肠会交予南港区农会限定来卖，嘛欢迎民众拢会当来买。